Hello， 我係 Professor Genius。今日我會同大家一齊整蛋白餅。你哋又知唔知，其實喺煮嘢食嘅過程都有好多生命科學知識㗎。等我一路教你哋整，一路喺熒幕度分享科學知識啦。Let's start。首先，我哋準備嘅材料有雞蛋2隻、少量嘅鹽、5g 嘅檸檬汁、半茶匙嘅雲呢拿精油、40g 嘅蜜糖，同埋30g 嘅純正糖粉。而工具方面，我哋都要準備一個攪拌碗、手動或者電動嘅打蛋器、烘焙紙、摺袋或者鐵匙羹，最後當然唔少得焗爐啦。喺我哋開始之前，記住一定要用室溫雞蛋，咁蛋白就會更加容易打成泡沫狀，體積都會更加大㗎。首先喺碗入面加入蛋白同埋1小撮鹽，然後用打蛋器開始打蛋白。如果你哋係用電動打蛋器，咁就由最低嘅轉速開始，見到蛋白開始蓬鬆，就可以調高轉速啦。當混合物去到好似咁樣呈泡沫狀態，就可以去下一個步驟，加入檸檬汁。當蛋白打成好柔軟嘅泡沫，逐少加入純正糖粉，慢慢打發蛋白。之後就可以加入雲呢拿精油。當蛋白打成硬性發泡，即係 stiff peak， 就可以加入蜜糖。呢度要留意，加入蜜糖嘅時候唔好一次過加晒所有落去啊！記住要分開幾次加，每次加咗之後都要攪拌10至15秒，勻勻之後再繼續加入蜜糖。如此類推，直到蛋白睇落起身同埋有光澤感。咁我哋點樣先知道蛋白已經打到起身嘅質地？我哋有個刺激又簡單嘅小測試，就係反轉個碗啦。如果碗入面嘅混合物唔跌落嚟，就準備好啦。之後用鐵匙羹將準備好嘅蛋白畢到去鋪有烘焙紙嘅烤盤上面。如果想挑戰高難度，想整得更加靚，就可以用摺袋將蛋白擠成蛋白脆餅窩或者其他形狀。如果你哋係用靜態焗爐就較攝氏100度，風扇焗爐就較攝氏80度，大約需要焗個半鐘。之後就需要提高溫度至攝氏110度，再焗多15分鐘。當蜜糖焦糖化嘅時候，蛋白餅嘅表面就會變成金黃色。喺焗爐攞出嚟之後要冷卻10至15分鐘，但係我哋點先知焗好未呢？我哋可以用匙羹敲打蛋白餅嘅底部，如果發出空洞嘅聲音，就證明已經焗好啦。將蛋白餅放喺個網架上面，等佢完全冷卻之後就可以食得啦。大家都做得好好啊！今日嘅工作坊完成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